转对员工搬来7楼，才有23楼的意义，对吧？所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其实上天拢甲咱安排得好好的。如果对员工家，咱若一个手就要跳起来23楼，我们看到拍卖，它已经第4胎流标了，流标等已买公告，谢谢。迄阵以咱的人力跟财力嘛，要无法度负担这间的开销，对吧？所以96年，上方就再度为我们撑起了这一把大伞。民国97年，终于我们有了自己的家来看一下这个左手边这一张，伫咱的左手边这一张就是85年以前永康的透天的厝，安等的时阵85年，安等呀，是这间对吧？右边就是在7楼，搬到7楼。华纳维修的董事长帮董伊给咱无偿使用的这个地方，你看85年10月初6到94年10月初4，这里几年9年，9年当中度了951宗，但是搬来7楼，但你或许有一个数据让大家看看，这7楼剪彩的时候落成7楼落成的时阵，3天求到的人数1051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上天注定。咱是集体运作，就是台南有登录成全省年度计划事先安排，全省游览车拢来，而且就无用的，是一梯厝一梯厝，那个都要事先流程都要掌握好，要分批，一个梯次只能够2台车、3台车都要分配好，还有等待区点名的地方下台还有园游会有人疏通这个都配套的。你看每一场都这么多，1051宗，上天真出名咱各位先生想如果若是伫以前的有的讲话透天20外倍，有可能容纳这个人？咱嘛无可能招游览车来这种厝，求道办道吧？不可能，对不对？这个就是法器了。或许觉得一间佛堂就是大的法器。就是为了要让我们接纳、接引更多的众生所以同样的，咱爱享佛堂在那前的大德跟莲师的这样用心跟德泽的这样子感召、带动、引导之下，才能够促成这么大的庄严的佛堂，应该会使用率更高。不是刚刚偶尔办起，咱跟来使用安尼像光辉，现在也不是只有咱道内使用包括像这2天的志工的基础训练，那个是跟市政府，咱里市政府祥和志工队，所以办活动，那由市政府公告有什么样的课程，有社会人士提供社会人士买单来报名来上课那是不是也能够吸引一些外面的讲师、社会人士一些专题的讲师那也让社会大众，咱门即马已经无换课所以门是开，不较侪众生会当去所以可以办一些讲座，或者当初咱迄里的邻居伊要办社区要办拼布啦，什么教室咱嘛拢会使用，你看，因为有这样子的大的硬体之后，整合了行政工作，相对也造就了更多了院的机会、人才倍增。所以呢，爱祥佛堂已经落成了标旗，咱整个的道场是要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办了。开办来跟分享这个就是咱旧光辉一尊2栋，你看像那教室搁较认真少，班员都嘛25个，就不可能平静的，对不对？但是到7楼之后呢？你看每一场这是坤德这边坤德这边你要听无着，这个是那时候读经班登兴盛的时候，这些都是读经班的家长，所以咱得看到有年轻人年轻的父母，因在是底下，那2年造就了很多的人才。在这个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应该会对外办一些讲座。那这个师资培训班2天，早期开的是3个梯次就是有6天分3个月，1个月2天。对一般的家庭来讲，袂影响到因的生活，还是讲因的家庭的聚
会，对不对？但是因为伊对咱的导游有进一步的进来的接触和认识，这无求都买晒。但是到第3天至第6天了，伊会真灵动，咱所办的、咱讲的这个理念啦吼，还是咱的这些服务的精神，对吧？第6天就有成全开智慧的这个动作了，有一堂课哦，他有专题的，那个就要成全开智慧，然后现场就很多人传道，是这样哈、所以一段时间也造就很多年轻人。这个是台南第一个夏令营，中华宫啊。安尼好，但是呢，到7楼之后，你看格局不一样，就能够那个就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第2阶段的机会了哈，就能够更多接引更多的众生。任何一个活动就是这样子。然后你看这个就是脑筋过来光辉佛堂的就知影，这个就电梯口是安尼啊，有暗哦，这是咱佛堂旁边那个阳台。迄阵是安尼哦，咱入去以后全部都整理过。你看这个是电梯门口，先，咱大的枢纽跟龙领导慈悲，好几次这样子这么忙，百忙之中嘛，都来给咱出兵吼，很感恩哦，上方好，这个你看安尼呢，这是咱专堂典礼了，是这样来。那大家介绍这里，这个地方是25楼，25楼。这个下骹，这个钢架下面就是咱佛堂进入的迄个穿堂，咱挑高的那个地方，那一块的屋顶。迄阵去的时阵开天窗，一段时间物件袂起来，材料袂起来，开天窗。有一次很紧急，迄阵拄好暗时冬天啊，11月、12月呀，那一段时间常常下雨，就紧张在开天窗，就从惊落雨尔。你尤其咱搁伫顶楼，你若落雨落，迄雨若落落电梯，那不得了，会影响整栋大楼。但是或许也一直老神在在，是讲上天慈悲哦，这起火灯神都嘛会真慈悲啊。但有时候袂使安尼呢，所以还是要有备案的哦。虽然家对上天要有信心，但是我们还是有雨天的备案，所以这雨棚那么老的，有先踩起来。但有一天晚上一样，我们去办道哦，在1点多，那时候还很。新生路边渡人路边道人，但迄天因为寒天搁落雨，所以在1点已经路上没什么人，我们就铁渣出去要谢恩，要持架。那到一半接到建筑师的电话，讲台南下雨，那时候办道是在永康嘛，本来搁想讲阴空在落雨，台南市一定无代志，想不到台南的下雨就这下急了，较紧的谢恩完车，分道较紧的先一台车转来。转来的时阵，冬天吹北风，尤其咱个顶楼风非常的大，看到管理员跟迄个建筑师，还有一位家男一个道亲前道，3个人扭进了这大条雨棚，根本拉不动，对吧？后来前道很多道亲先生也都赶回来道救，好不容易把这个雨棚撑起来，真好。那时候这个阴架、这个钢架都还没上去，只是空的油后一样，但是雨继续下，为什么状况？伊个雨是不是积水积伫遮？到一个阶段，迄雨雨棚那承受不住，规个雨落来，更吃力了。我们赶回去的时候，23楼就已经积水到脚踝的地方了，佮骹把遐，正师傅工人半暝12点外共脚调很大的抽水马达来抽水安尼，这样。哇，看继续下怎么办？无交人力没办法，只有求上天。那时候要可能过得7楼，或许能够上7楼烧大把香，叩求上天慈悲，求拜唔知几个拜甲腰酸背痛，就讲无起来看卖看情形起来看的时阵，看到规阵年轻人徛伫25楼的那个观景平台遐，都遐咧赏夜景。我是讲，前后大概20分半个小时，差这么多。我讲，李电视你们在做什么？用电视这边刚才很神奇呢。一共忽然吹了一阵风看他的师尊老大用他的宝扇尼，甲一阵风吹起来，全对下骹，把这个雨棚吹起哩，水怎流去两边，解除危机。吹北风而且一波风安尼吹，你看在
个顶楼，风怎么可能从下面吹？顶多是平面的，是从高处吹下来，对吧？那我们对也看给管起来。啊，那时候我们还试着用做大机的棍子啦、铁棒啦，要把它撑起来，根本没办法，太宽了，太重了，撑不起来。上天主力吹一阵风，所有人事的困难都解决了。主力哦，干所以释迦牟尼见证到半天是无所不能，不能的时候就是咱的心不够，用心不够。如果你的心是跟上面的心是通的，是相通的，人心对天心就无所不在。因为咱今仔日做的工作，不是家己的工作，是上天要成就的普度众生的事嘛。你看那时候高空的吊的工程，20几楼实在是不容易。400吨的吊车，可能组装都一天半的时间，组装那个吊杆安尼，这个是穿堂的地方好，民国97年，终于我们有了自己的家，很感恩看起来是跟他人世这忙其实无形当中上天更忙碌，这个就是穿堂那很多单位的前辈嘛，拢是给咱照顾包括咱宝光玉山的一位资深的点传师伊只要有外国的就亲人转来干部转来，伊拢会带来咱光辉，给咱普照，给咱注意，讲我要带你们到距离上天老母最近的一间佛堂，因为咱有等相关就带来咱光辉的那这个就不讲来看一下民国85年10月6号就要来到台南到94年10月3号搬来7楼安平的7楼，这9年当中求道的人数951。那94年10月4号到97年3月7号搬去第23楼，第7楼这2年半的时间求道的人数3300宗，这个比例有没有很悬殊？2年半跟9年可是这个几倍的成长，对不对？或许要讲这个，是讲说，让各位前人非常有信心一个道场的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就表示上天有更较大的责任，更较侪的众生担当要去改运动，要想办法拓展。那当97年3月7号到现在到3月7号